像喺行嗰度做運動嗰時候，行腳講行嗰後，喺個條條話講行每日愛行個後，我就每日行讀書行50分鐘啊喏。我見啊90歲覺得身體臭臭，唔咩老要上嘅，後喐嘅咯，但佢叫啲咯，寫菜哦，運動時哦，叫啲不能留團咧，就有骨哦，好辛苦哦。每個禮拜，我同我妹就去行街買菜，有時去飲茶。今日兩個空椅按蘇文，係兩咩？呀，係咩哦？咁啊高！我做叫做副條嘛，理髮呀，按這裡啊。唔滿啊！快打啦！Nice。哦，我終於同阿拉住妹住去行街，好高興。大家歡歡喜喜，講講笑笑。有時隻條行到快，我都過慢慢行，隻條就企啦，我咩緊緊隻條行哦。OK。我到車上啲變到我老爸爸有6隻豬，有10幾隻孫。同埋有4隻石，捱到菜卡，喺水源喺一陣嘅，後前，但係捱嘅條買到有電話有 iPad 啦嚟看到有條都好賺，看下時數啊都啊，看下新聞啊。我不過看到星期唔記得啦，我有條看落呢條。冷咩？感冒？感冒啊？呀。OK，唔酸。康善信務到車上啲，變到平平安安，祝福我條祝不論在在車上、路上、飛機上，在任何地方，都要上帝同在保守，令到奇異人的何等甘甜。我所記得生命，情我失喪，甘比慚愧，我看得看見。